干啥呢？今天这上班咋就迟到了呢？堵车了。咱村就一条道，常年8辈子看不到人，请问是谁鼓励你？二氧化碳呐？那也得撒票。啪的呀，这么扁！我这个发明专利啊，曾经有人给我3000万要买我的专利，我没有卖啊，带大家看看。